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
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心上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平安了早，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是歌上帝的囝，用爱来包围你。有两遍的歌词，咱拢唱一遍。上帝的囝，上帝的囝，你应以信心，该条来包围你，你被充满你的心，和你
顺乎你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日日交予你，你通我可你的名，尽力荣耀。耶稣，主耶稣，搁一遍。搁一遍，咱用轻轻来呼叫圣神，请圣神来充满咱。用安尼的歌词，咱来向圣神来呼叫，求圣神来充满咱每一个兄弟的心，互咱今日伫遮的敬拜顺转人，拢归乎主。咱做伙来读这个经节诗篇86篇第6节，做伙来。上主啊，求你阿耳孔听我的祈祷，阿路听我恳求的声。诗篇86篇第6节，搁一遍，咱搁来一遍。上主啊，求你阿耳孔听我的祈祷，阿路听我恳求的声。咱即时咱做伙。咱来献上这个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将你的感谢献予咱的主上帝，也将咱对你主，咱也来献上咱认罪悔改的祈祷。因为咱的主是万有的主，同样技术的主，创造万物公义主的主，咱就来学乐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阮的王，你是阮的帮助。你是信实，你是公义，主，你会听遍满伫全地，亲像就你所创造的日头同款，无一个所在通无闪，你会听，阮感谢你，主，阮若要来到你的面前，阮若要来认阮家己的罪，因为阮是有罪者。听堂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全能的主，你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你的奇妙，你的能力。阮无办法测度，只有主你家己所创造的大自然，才通来说明主你的奇妙甲你的伟大。主，阮也要感谢你，你带领阮过去一礼拜久，阮平安、健康、顺遂，也守护阮教育阮的这宁静清净，也互阮有主你对主你来信心、勇气、愿望甲智慧，阮经历这个。充满祝福满的一礼拜，阮献上阮的感谢。相时主，阮也要你来认阮的罪。伫这礼拜内面，阮有意无意，阮做出无好的这个讲，也是行，互主你的名无到伫阳光，互主你的名伫社会上，伫阮的四周围顶面。互别人来误解，主，阮你来认阮的罪，因为阮是属伫肉体，阮是有罪的罪人，阮是无教义的，阮需要主你来帮助阮，互阮通靠主来赢过这个，互阮
互你的囝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一个英神义人的你的囝儿。安尼祈祷，上靠主耶稣的名，阿妹。过来，咱也要来进行医治甲透放的祈祷。咱这个时阵，咱会使邀请主耶稣来成做咱的灵、咱的思想、咱的情感、咱的意志、咱的身躯的主，也将咱的烦恼来交托给主。你的身体当中也有你有无爽快的，你会使换你的手伫胸坎，也是带病的所在，向主来祈求，互家己会当献就这个饶赦伤害过家己的人，常时会使求主会听充满医治咱每一个人的心心灵。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主阮这是阮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邀请你。邀请主你来请做阮今日主啊，请做阮一生不是干那今日，是阮一生的主，是阮一生的军队的主，是阮一生主我们来用力来军队的主，阮的灵思想健康意志幸福，拢会当来亲近你，求主你来享受阮勇行甲平安，求主你伫黑暗中带阮的路，互阮无知迷路。求主你伫风雨真悬的时阵，伫对敌向乌中计的时点嘛，拢三甲地带，扶持阮每一位人的子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来求，阿门。主耶稣，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是何等幸运的人，幸福的人，因为阮有主你通靠，阮有会当将阮每一个人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躯，拢通来倚靠你。主，阮感谢你。阮也要将阮遮兄弟，阮伫每一方面的阮的需要，阮拢来仰望你。求主你亲自来赐下你的医治、你的安慰，伫每一个你来开喙的兄弟。求主上帝，你来医治、来陪伴。会来对每一个兄弟来讲话，来医治因的灵。常时阮也有人向你来求讨，阮遮兄弟因的身躯顶面有无爽快，主你拢知，愿求主你差派医治的圣神进入因的心内面来医治，进入因的身躯内面来医治因，也进入因的心灵内面，也来医治因的心灵，因为主你讲。喜乐的心才是良药，求主你将喜乐享受伫阮每一个兄弟顶面，互阮对心内面，阮就受到大大的医治。今日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过来，咱要为着今日的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做伙为着牧者、中级团队，昨伫教会副堂33号遐。咱有90几位的同工，嘛有70几位的同工来出席，要来伫遐举办退休会。咱做伙来为着这核心同工，求主上帝来照着每一位核心同工的服侍，会当互全教会伫敬拜、伫服侍、伫活典、伫装备、牧养、总务、财务等方面，拢会通。平衡也搁较稳固，也建立搁较深、搁较好、健康的熟练的根基。第二，咱要为着今日主日是大神的奉献主日，愿主祝福台湾神学院师生拢会当互主所用，而且也兴起搁较侪传道人要进入教会来牧养群羊，成这上主所赏赐的产业。咱做伙来为着这两项来祈祷，咱做伙开嘴来祈祷。求主你来到阮三地地主事地会，加在灵地每一位牧者，甲每一位长老弟兄，咱会当咱的退休会内面，阮来用心利用，来得到好意，将做你的愿意，求主你来赐福，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将做核心的同工，要来服侍主你的教会，要来服侍主你所享受互阮的这样。主求主你
你上帝来帮助阮，互阮每一个都会使伫遮透过阮的服侍，每一个因果拢得到真好的照顾。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祝福你的教会迦南教会，赐恩赐福你迦南教会，你兴起迦南教会有90几位的兄弟，愿意进入核心的同工内面，做伙为着教会的起造建立，做伙要为着教会内面这个牧养的问题、敬拜问题、敬拜、服侍、活典、装备、牧养、总务甲财务，进入这个同事工内面，做伙来服侍、助力，也来服侍助力的教会，要来互你的教会、迦南教会，伫桃园这个地区，诚做光，诚做盐。我也求主上帝帮助阮每一个人拢真注意伫每一个迦南教会每一个600几位的会员内面，互阮真正将主你所交托互阮的这个羊群、这个群羊，愿拢做真好的照顾，做真好的带领，也做真好的牧养，互你的教会、迦南教会，成做一间健康、佮勇壮、有力的教会。今日是台湾新学医的奉献主日，我也求主上帝你收赐祝福台湾新学医，互台湾新学医所有的师生，拢有继续有助力的带领，互因充满着热情，充满着对主对人的这热情来服侍，训练更较侪的这传道人，就是教会来牧养更较侪的这羊群。阮将这事拢交托，也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做伙用主的祈祷文，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活着的日，拢要唱歌来称赞我的上帝。请咱共同起立来吟圣诗，学罗上帝。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我的上帝全能君王，你命我要永远恩重，做我上帝至关至大，每趟的
来收起主爱无尽，是阮的对一切受造，用心叫咱面对着我。咱同心来祈祷。至上的天父，我满心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我是掌管历史的主，是信实不变、主爱永远嘛不变的上帝。感谢你，予阮今仔日会通搁做伙出手来敬拜，这乃是出自上帝你恩典甲怜悯。主感谢你，搁相信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为着阮的罪来洗清、赦免阮的罪，予阮这个原来不配的人会通甲你重新来和好。主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的中间，看过阮逐人供应阮的一切甲需要，无论阮伫顺境或者是逆境的时，你的恩典拢到也原谅。天父上帝，阮也要承认阮家己的软弱甲罪过，阮常常心中骄傲，挖靠家己，较侪挖靠你。伫生活中，阮常常忽略你的教示。无用伫阮的事物，却真少会通安静来亲近甲你3较亲近的时间。有时伫听人参与家己即个改变的顶头，阮就来失落。阮对兄弟姊妹的需要冷淡，对世界所发生的苦难，阮麻痹。阮恳求你赦免阮，也清起阮的心，互阮会通互圣神来更新，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愿阮不只是口头上的敬拜，乃是真实伫生活中荣耀你的名。亲爱的主，台湾搁一遍要将台湾新人院的需要交托伫你的手中。你知台湾新人院因伫债务甲招生的顶面面对侪的挑战，也明白因的教学甲英文顶面侪考验，求你也亲自来开路。感动，搁较侪有好调兄弟姊妹会通到学院来受装备，也感动正教会兄弟姊妹，听我诚侪忠心爱带导甲奉献者。愿这个学院也因为上帝你的恩典来得到充足，互学院会通继续来培育合你心意的萝卜，诚侪国度的祝福。主啊，愿阮也要为着病痛、年老、甲心灵软弱的肢体来仰望你，也要为因来祈祷，求你亲自安慰医治，互因伫患难中也会通经历你的同在。若有人身体受苦，求你也赏赐因快乐；若有人心灵忧伤，求你也赏赐因有平安甲愿望，互阮会通彼此扶持、彼此带导，诚侪疼的见证。阮也感谢你，互阮昨日退休会对规工的行程拢得了平安。阮将明年度这个时间计划拢交托互你，愿阮所计划筹备推动这一切事工，拢会通顺服伫上帝你的带领。求你赐智慧，和陈柏志牧师所带领正当工，甲阮全部的会友，互阮所要推动大项事工。拢会通来显明你的荣耀，造就教会，来祝福这个世代。天父上帝，阮的一生拢属着你，愿阮会通搁较深来倚靠你，搁较侪来看见你的作为，也搁较侪会通经历你的恩典。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对你，亲像伫天里。愿一切恶乐、尊贵、荣光，拢归乎你。愿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咱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诗篇第10篇，诗篇27篇。启应文，我来刻，咱来印。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
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杀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藏伫石板顶。互我的头牙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见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暗面毋插我，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萝卜。你一直是我的帮站。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去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地等，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福音。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深信一项事，要我第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大，做声着信靠上主。下面咱要邀请圣乐队来献诗，因所要献诗的歌名是《咱着来吟诗》，咱着来吟诗。
咱要共同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约书亚记20章第1节到第9节。圣经约书亚记20章第1节到第9节。第1节，上主吩咐约书亚讲：着命令以色列人，照我通过摩西甲恁讲的，为恁家己设立避难城，互无意中误杀人的，通走去遐。遐个城通做因闪避报冤仇的人的所在。误杀人的，通走去遐个城。徛伫城门口，将伊的事情讲互迄个城的长老听，因就通接伊入城，互伊一个所在，住伫因中间。报冤仇的人若接到迄个城，城内的人袂用得将杀死人的交出去，因为伊是无意中杀死人。甲死去的人无冤仇，伊就住伫迄个城，伫会众的面前受审判。到迄时的大祭司死，伊才通倒去。伊走出来，城会本城本家，因就决定设立避难城，伫拿弗他利山区的加利利的基列斯，甲伫以法莲山区的示剑，以及伫犹大山区的基勒阿巴，就是希伯伦，搁伫约旦河东边设立避难城，伫耶利哥东边属鲁边支族的旷野边缘的比希，甲属迦得支族基列的拿末，以及属马拉西支族巴山的果兰，这是为着以色列众人。甲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设立的避难城，互无意中误杀人的，拢通走去遐免受报冤仇的人杀死，听候伊公开受审判。以上下面咱要邀请南崁教会尤成文牧师来讲道。尤成文牧师伊今仔日是要代表台湾7人纪念日来到咱的中间。来讲道请安，甲报告奉献。伊所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治罪是咱的避难所，治罪是咱的避难所。咱牧师，咱的中级同工。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会引带到带领，我有机会来到咱的教会，特别为着台湾新学院，嘛是我的母校。我1998年对新学院毕业了后，牧会到今27年的时间咧过得真紧。我入去学校的时阵，其实是白头毛，即马嘛是白头毛，因为我有遗传啊。感谢主，会当透过台湾新学院纪念主日，甲咱兄弟姊妹来报告新学院的现况。即马新学院当然咱的院长新任的院长蔡院长来就任，伫迄个过程中间，感谢天父上帝引带带领，新学院有一个新的气象。总是咱知影学院逐年。伫募款，伫互兄弟姊妹会当斗参与实在是经费有限，经费有限，总是会当透过咱兄弟姊妹的支持，所以每一年的11月份，就是新学院的纪念主日。今年学校派我来，甲咱兄弟姊妹伫遮来请安，嘛。感谢天父上帝，互咱会当斗支持神学教育。我相信咱的教会慢慢有咱的青年来
投考神学院，会透过神学的训练，互咱伫即个世代特别咱看到侪的教会会随咱这教会佫较需要侪的传教者。我伫台北中会即摆台北中会差不多有15间教会无有牧师，15间教会无牧师。我徛的所在是西区，阮西区佫有分西1区、西2区、西3区阮伫西1区的所在，西1区有5间教会，有4间教会无牧师，所以真需要侪培养的传教者。当然，即个培养的过程无简单，为差不多总共应该算起来差不多爱有7年左右的时间大学部以前是大学部研究所总共7年即马是3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全部是研究所的同学毕业了后，侪的传教者、传道师派去弱小的教会的所在。我相信咱的教会嘛是对零开始，一直到即马的状态。拄则我听咱长老有讲伫报告咧讲，咱有600几个会籍，差不多有400几位伫稳定咧聚会所以咱的教会事实上嘛是侪咱长老总教会的指标啦，指标型的教会，真毋茫期待咱教会嘛一方面会当培养真优秀的青年来参与伫一个献身的事工，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咱看到咱长老总伫即个世代因为有侪所谓的成功神学的影响比较有侪即个无共款的宗派互咱会当有侪无相款的思考，总是感谢天父上帝，互咱会当落实伫即个神学教育的方面，透过即个过程来影响侪特别是社会，咱看社会的变迁人的心灵真正需要，所以神学院在培育这个传教者嘛，期待这个传教者会当光强壮大，继续往前跑走。等者我嘛会做一寡我个人本身的见证甲分享。透过今仔日这个题目，之所以是咱的撇难所，要甲兄弟姊妹对约书亚记第20章第1节到第9节，伫遮来分享。最近咱台湾的这个环境遭到侪的创伤，特别是阮牧师娘伊是花莲人当伊是吉安吉安的所在当即个光复迄个所在受灾害的时阵阮牧师娘嘛真烦恼，因为嘛有亲情伫迄个所在，阮就敲电话，拢敲袂通后来感谢主啦，有联络到加在无啥物款大的塌害，因为因伫个教会附近马太安教会咱知影马太安教会伊是一个地势较悬的所在即间教会起伫对石盘顶地势较悬的所在，所以真侪的物资、真侪的资源，拢为迄个马太安教会伫遐来发送出去所以感谢上帝，咱的教会是毋是起伫石盘顶？安尼无啥所以咱要有信心咱是起伫个啥石盘顶咱陈牧师真优秀虽然阮伫学校无拄着但是我时常会当透过伊的文章伊的分享得到真侪伫牧会的帮助咱伫个石盘顶，安尼需要撇难所无？咱就是撇难所嘛，是毋是？是毋是？咱的教会硬体的部分我礼拜我是第2摆来甲咱教会第1摆来甲咱教会是以前的牧师就任迄个时阵来甲即马真正无共款我看到头前咱1礼拜都有一个真大的落位的所在，招待侪的可能有社区的兄弟姊妹嘛应该是安尼真感动。我伫南口教会，阮的南口教会今年68年
即马目前有180位的兄弟姊妹咧聚会。我看到咱的教会有做阮爱学习的，咱60年，我相信这60年的过程是无简单的，因为咱伫长老庄内面算是中年的年纪啦，壮年啦，这较是有影，壮年都爱亲像安尼，壮年的时阵，我捌服侍伫艋舺教会，艋舺教会其实咱若有去过，咱就知，一间乌根伫咧头前遐，我拄仔伫遐做教育牧师的时阵，迄个乌根，派布罗干乌根，拄仔伫起，1200万为德国运入来。迄阵啊，聚会25年前咧聚会，差不多有400外人、500人左右。我嘛不讳言我毋知咱即马有直播无，我嘛不讳言艋舺教会即马咧聚会差不多200通的咧聚会，这是较可惜的代志。毋茫咱会当继续往前跑走，诚做一间真水的避难所，真好的避难所，是上帝同在的避难所。所以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互咱伫遮来分享，当风暴、暴风来袭的时阵，咱要去倒位？兄弟姊妹，你敢有即款的经验？风台来的时阵，新闻台一直提醒大家，某某所在、某某地区已经开始开放避难的所在，请百姓较紧前往。所以当暴风来临的时阵，咱知影厝内面可能会淹水。可能厝尾顶会有风吹海去，所以政府设立这个避难所、避难中心，互人暂时有一个安全的所在，暂时安全的所在。所以相反，伫咱人生的风波内面，咱时常嘛需要一个啥避难所，是毋是？咱需要避难所。当咱犯错，当咱心灵受伤，当咱有做的压力受到攻击的时阵，咱真确无有一个所在，迄个所在会当互咱遮看，会当互咱接纳，会当接纳咱，会当互咱的生命重新搁起来。所以今仔日咱来看一段特别的经文，这段经文咱拄则有读过，约书亚记20章，遮讲到一个名词。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华语叫做逃城，咱捌听过无？逃城啦，逃走去迄个所在。所以这个城就敢若亲像当时以色列百姓因的避难所共款。那安尼问题来啊，咱会当思考一件代志：伫这个时代、这个时阵，什么才是咱的避难所？头一个要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的。逃城的设立是上帝保护的心意。逃城的设立、避难所的设立是上帝保护的心意。伫咧约书亚记第20章内面，咱会当看到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设立几座逃城。咱拄则看到的几座逃城，6座对，6座逃城。拄则咱书会长老有在讲这6座逃城其实无得较，今仔日咱读过一摆，以后就无读过啊。这6座逃城真重要。伊分布伫咧迦南地内面，约旦河的迄个两岸的所在，伫约旦河的两岸的所在，这个城要互啥人呢？圣经顶悬讲，互遐个误杀人的人。所以咱会当真清楚一件代志，这个逃城就是毋是为着故意谋杀人准备的，是互遐个咱讲无心之过、无心之过的人。什么叫无心之过的人？譬如讲，一个人上山错查，无小心，迄个斧头飞出去，拍死伊的朋友。那照这个古代社会的律法。这个死者的亲属有权利伫遐来报复。即使若误杀，迄个人无应该当作是凶手，所以上帝设立这个逃城，就是要互这一人一个安全的所在，一直到啥？一直到审判清楚了后，
或者是安怎？拄则圣经有记载，佫有一个是啥物？世人过身，大祭司、大祭司，大祭司来过身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件代志，互咱看到一件事：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但是嘛是啥？怜悯人的上帝。伊知影人会有软正，会软弱，会有错误，是毋是？咱无否认吧？咱会软正，咱会软弱，咱会错误。伊要保护迄个无心犯错却有性命危险的人。这就敢若亲像咱即马咧开车共款，咱知影每一台车拢有设备啥物安全气囊，安全气囊有捌用过举手？我相信咱侪兄弟姊妹拢毋捌用过。这个安全气囊，咱拢捌影片看过，对毋对？咧车咧测试的时阵，弄落去就弹起来，安全气囊崩起来。当咱开车出状况的时阵，这个安全气囊毋是要互咱无负责任，毋免负责任，是要帮助咱免得安怎念伊就翘去死亡，面对死亡，所以互咱一个活落来的机会啦。所以道城这个避难所，就是当时的啥安全气囊，伊袂话免除人最后要面对的迄个审判，一定要经过迄个审判。你我咱拢共款，爱经过迄个审判。但是伊互一个人暂时保护掉，听候公平的审判。所以相反，上帝今仔日嘛为着咱备办一个比道城更较安全的避难所。你有想过无？除了教会以外，除了这个硬体的建筑物以外，所以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分享的是，之水是咱的避难所。亲爱兄弟姊妹，之水是你的避难所，之水是我的避难所。我想你应该会当感受出来，伫你生命、人生生命的过程中间，特别是今仔日咱坐伫这个所在。道城是旧约的制度，那安尼今仔日对咱基督徒来讲，之水是咱的避难所。有人敢知影会当甲我引导？耶稣基督对，真好。圣经甲咱讲，伊是咱的拯救，是咱的盾牌，是咱的山寨。伫遮咱透过这个诗篇46篇第1节，安尼讲，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溃烂，是咱伫患难中安怎随时的帮衬，随时的帮衬。耶稣基督就是迄个真正的道城，甚至比道城更较好，因为伊的救恩毋是暂时的，是啥？是永远的。伊的救恩毋是咱感谢上帝了就无就煞，是安怎？是永远的。所以道城只为着迄个无心误杀人的人，耶稣却为着所有的人开心门、开门。所以伫旧约内面，若有人是故意害人的，伊就袂当进入迄个道城内面。但是耶稣的救恩却超过即个限制。无论是无细字的过错，或者是有意的罪，只要咱悔改，只要咱悔改，耶稣拢会当赦免。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道城有限，耶稣无限；道城有限，耶稣无限。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是，道城的位置有限，耶稣却随时会当找到。伫咧当时6座的道城，伊分散伫咧全地的所在，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任何人拢会当伫一天一天内面赶会到迄个道城。但是需要安怎？嘛是需要小跑步一下，需要有速度一下，毋是伫咧遐逛大街，慢慢去。伊知影道城伫遐，慢慢去，毋是，是需要奔跑，走去到遐，需要有路程，但是耶稣咧，亲爱兄弟姊妹，咱开喙
后叫伊的名，伊就伫咱的内面，无需要等待，无需要单车，嘛无需要伫遐走奔跑。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多啥要人努力去到迄个所在，耶稣家己安怎行入来咱的所在。这是第二点，甲兄弟姊妹做阵分享。第三小点，多啥只保护大祭司一直到大祭司死去，耶稣却安怎永远活着，而且安怎永远保护。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旧约内面，多啥的人必须爱等到一直等待到大祭司过身了后，才会当转去厝内面。所以，这看起来是一个有限的保障。但是耶稣基督是迄个永远的大祭司啊，是毋是？是啊，伊一摆会死成就永远的救赎，所以伊会当互咱有永远的避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毋免阁找迄个六座的道城，对毋对？因为咱有些人，咱有耶稣，你我咱有耶稣，伊是咱随时的帮站，是咱真正的避难所。咱来感谢上帝，享受耶稣基督帮助咱。第三点，咱做阵来分享，若安尼要安怎样行往迄个避难所？既然耶稣是咱的避难所，那安尼咱要安怎会当进入迄个保护内面？三个真实际的提醒，伫咱生活内面，牧师嘛期待咱做伙会当伫即个提醒内面来好好做信仰的反省。我感觉信仰的反省真重要。一个人若无有信仰的反省，可能咱所读的、咱所理解的，都是知识载物尔。咱看到的圣经，咱无论安怎样在研讨论、查考，永远是啥？永远是知识载物。所以信仰的反省真重要。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承认家己的啥需要，承认家己的需要。要进入道城的人，必须爱承认家己有需要保护。那伊无承认家己有危险，就无法度，就袂会走去迄个道城内面。今仔日嘛是共款，真侪人感觉家己还好啊，对不对？还好啦。我常常伫教会问兄弟姊妹，最近怎么样？还好吗？好不好？最近还好啦。我说还好啦。感谢主啊。还好啦，还好。敢若听起来无遐尼需要耶稣呢。但是当咱生命有拄着意外，做会动荡落来，咱甲惊一个讲原来咱需要比家己搁较大的啥，搁较大的花课。这个小事我自己来就好，这个小事我家己来就好啊，毋免啥，毋免耶稣啊。这小事我家己来就好啊，毋免教会关心嘛。时常咱都有即款的态度。所以就敢若亲像风台来的时阵，有人讲阮兜真坚固，阮无需要避难所，阮垂直避难都会使啊，无问题。但是水淹到2楼啊，淹到3楼啊，甲安怎？甲后悔，承认迄个需要，甲要开始去找避难所，承认家己的需要。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是。立刻行动，立刻行动，立刻行动。误杀人了后，那当事人丢毒伫遐停咧，无要行，迄个追杀者可能就堆起来，都堆起来。必须爱安怎？马上立刻伫遐出发，走往道城内面。相反，咱若知影耶稣基督是咱一世人的救主，咱都毋好啥延前啊。唔通延前，今仔日就爱选择奔向他。咱咧传福音的过程，我相信侪兄弟姊妹拢会拄着即个问题。咱甲较少年的也好，还是较中年甲因传福音，拢会讲等我安怎退休啊？等我年纪较大，我甲来信耶稣啦。
时常咱拢会拄着即款的问题啊。当阮年纪较大，甚至是咱家己本身要被邀请来侍奉服侍的时阵，咱嘛会讲，当我退休过来。亲爱兄弟姊妹，谁人会当保证明仔日咱搁伫个咧？较是有影，谁人会当保证？避难所咱爱马上立刻过去，救恩立刻才接受。好，过来就是留伫个城内面，留在城当中。50人的人若走到倒城迄个所在，伊毋肯留伫个迄个内面，有缘会有危险。伊必须要一直等待城中一直到大祭司伫遐来过身。所以这提醒咱一件代志：信主毋是一摆性的决定，是爱一生内面住伫基督内面。所以有一句话讲嘛吼，伫什么内面？伫基督内面，在基督里，伫基督内面。所以耶稣讲：恁爱时常伫我内面，我也伫恁内面。就敢若亲像风台的时阵，有人先入去迄个避难所啊，后来伫遐一工两工，感觉安怎无聊未解除警报呢？无聊讲拢安尼无聊，看外口风雨嘛无啊，伊就安怎走出去啊？结果安怎就有伤害，互风雨赶走去。亲爱兄弟姊妹，信仰嘛是安尼，爱坚持到底，爱坚持到底。愿主来帮助咱。最后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的，就是生活的运用。互耶稣成做你随时的避难所，伊伫咱的生活内面，逐时刻成做咱的遮坎。我毋知咱是毋是会当有即款信仰的体会？什么款的体会？伫罪恶内面，耶稣是咱的避难所；伫罪恶内面，当因为咱过去的失败，伫遐来自责的时阵，耶稣赦免你，伊讲。来到我遮，来到我遮。伫压力内面，耶稣是避难所。当生活重担跌落来的时阵，耶稣邀请咱，既然着无安怎担重担的人，会当来我遮，我就互恁得到啥安息。既然着无担重担的，会当通来到我遮，我。互恁得到安息。伫人际关系的冲突内面，耶稣是避难所。就敢若亲像刀城保护人免伫迄个死亡的威胁，耶稣赢过死亡。伊讲：我就是搁活甲活命在伫我，信我的人安怎虽亡死安怎犹佫未活。亲爱兄弟姊妹，无得靠你即马真正是伫罪恶内面，伫压力内面，伫人际关系的冲突内面，无论是毋是咱伫服侍，咱伫家庭，咱伫事业顶悬，即几项的内面，咱时常拢会有即几项来围绕着我们。亲爱兄弟姊妹，你是毋是真正会当去经历体会耶稣是咱的避难所，耶稣是咱的刀城，咱较紧。去到迄个所在，耶稣讲：你伫我内面，你有要安尼做无？当我伫修学院要做周进前，为什么会去读神学院？我的爸爸嘛是牧师，我的爸爸牧会42年久的时间，25年前蒙主恩调，82岁。伊伫台北中会、北陵教会伫遐来侍奉，32年久。我细汉伫南部大汉，伫南部内文乡，搁较入去遐木沙教会，伫遐过我的快乐童年遐真正装卡，我拢脱只卡。伊特别读1年的时阵，阮全家倒来大场顶教会。迄阵大场顶教会要100周年，所以伊开设。北陵教会，百灵嘛北陵教会拄好伫北陵桥附近，社遐阮全家就搬伫遐。迄阵也是报道所，
一直到阮爸爸即几这牧会的过程为零开始开拓我细汉会记哩，阮咧分团单迄阵足久30-40年前分团单咱录信箱安尼分团单，欢迎来聚会百灵教会安尼挨家挨户分团单我的爸爸了后退休了后，伊伫遐退休了后为零开始甲200外人咧聚会迄个时阵嘛有无啥物款的传福音策略拢无迄阵年代的牧会甲即马佫无共款迄阵年代就是顾样顾好就好无啥物训练，无啥物互因有一款使命感，会当去传福音。即马无共款，我相信咱拢有使命感，想要安怎，想要传福音嘛是毋是？伫迄个过程中间，所以我感受到讲即个牧会，阮老爸的牧会教会嘛对阮牧家真好的款待，互我迄个心有一款的向往安尼。但是无拍算，阮爸爸牧会伫迄即个最后的时刻可能因为年纪嘛有嘛迄个较无有遐个气力安尼我感受到讲，哎哟，这做传到这最后好像不太好的结局我就想讲无爱安尼 no 但是迄阵上帝已经有呼召我我咧读册的时阵读到专科毕业了后就去做兵我想讲我做海军做海军抽签伫个马祖的所在就去马祖做海军迄个时阵拄好伫戒严伫要结束前线咱若有去前线做兵的，咱就知伫个前线迄阵是个前线前线做兵就爱真枪实弹阮迄个高级迄个卫哨兵嘛海军的卫哨兵拢是用手枪尔手枪交接安尼我会记迄暗互我印象诚深，就是当阮伫交接的时阵，卫哨班交接的时阵半暝2点到4点迄班伫交接的时阵，我交接了后，我转来突然听到砰一声迄个开始，因为阮是伫咧马港伫咧迄个港口内面迄马港迄沙滩我是小艇队沙滩诺曼底登陆有无放大门迄款的就伫遐听到迄声了后迄陆军头前港口头前是陆军伊迄探道真的伫笑我听到枪响了我走转去发生什么事情我真好的一个同袍自杀砰一下逼逼出我毋知要安怎伫迄个过程我就因为前几工我知影讲伊兵变啦兵变知影啥物无？失恋啦失恋啦伫迄个过程中间，互我感受到讲安尼我真正逼出看到迄老将规个真安尼迄幕，我突然想到人的性命哪会遮软弱？我哪会无好好听伊讲，甲伊开导一下，毋知会偌好诶？哪会这么想不开啦？为什么会安尼？最近兄弟姊妹，当迄点开始，上帝继续伊的声呼召我，拄则讲面对死亡嘛好，奔向耶稣，住在他里面。上帝呼召我，讲既然你看到性命会软遮软弱，那安尼是毋是会当接受呼召，来归向主，将主的福音，互更较侪人知影，互更较侪人会当进入迄个耶稣同在的道城。所以我就考神学院插班大学部读了后，甲佫考研究所6年的时间伫遐来受造就，一直甲今仔日上帝无即个放弃杀我，伊愿会当有机会伫个南口的所在，伫遐来侍奉
南口地区其实是真特别吼。20年前只有3万人，迄阵啊用水嘛无方便吼，因为即个南口是台地吼，伫遐敢若3万人，即马20年了后，已经有到13万人啊。每一个教派、每一个教会，拢伫遐来设立教会，所以南口教会伫遐有68年的时间开设2间教会。一间是泰山教会，一间是文化教会，拢做着小，总是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到上帝的疼伫南口的所在。我嘛感谢上帝，要迈向70年的时间啊，时间咧真紧吼，咱拢是壮年了吼，咱拢是壮年，搁较爱努力打拼。所以我拄则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是，南口教会爱咱来学习吼，来学习有做遮的无论是宣教，无论是各方面，搁较重要的就是真期待有搁较侪的传教者会当伫上帝的呼召出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咱继续努力打拼，奔向耶稣，带伫伊内面。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约书亚记20章咧讲，倒城甲咱讲，上帝体贴人的软弱，伊为50人的人准备安全的所在。今仔日，耶稣基督就是咱真正的避难所，咱爱好好来把握，咱爱会记得，倒城有限，耶稣无限。倒城需要人走去，耶稣却主动来找咱。倒城只会当带暂时的保护，但是些人会当永远的救赎，耶稣。所以今仔日你是毋是愿意承认家己的需要，立刻奔向他，而且一生住伫伊内面，愿咱拢会当伫个基督内面找到真正的平安，互伊成做咱随时的避难所。愿主祝福帮助咱，请三个阿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随时的帮助，是阮伫患难中的避难所。你伫昨日为着以色列百姓设立道城，今仔日搁较为着阮陪伴耶稣基督，成做阮永远的拯救。主啊，主啊，阮承认家己时常软真软弱，阮家己的生命内面有真多的过犯甲错误，但是你的恩典比阮，互阮会做得到搁较多的赦免。当阮感受到惊吓、有压力、被指控的时阵，求你帮助阮会当立刻来走向你，住伫你的内面，得到真正的平安。愿阮的一生来学习倚靠你，毋但是拄着危险，才会超找你，搁较是伫日常的生活内面，互你成做阮心灵的保护、气力、力量的完全。主啊，求你坚固阮，互阮伫世上的路途顶悬，因为你的同在，搁较刚强壮大，因为你的保护得到真正的安息。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吟回应的圣诗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我的信心若无定，看咱起立来吟全首。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世上无开地要呀，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叫我高行，伊要牵我手，我的听心若要灵，伊要牵我手，因为我心无坚定，伊要牵我手。伊要
伊要扛我手，因为耶稣听我高敬，伊要扛我手。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感恩甲欢喜。如果咱若是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主呀，献乎你，做你路沿高之时，为天命之献乎你，为天高你万里古，我的主。我的心愿献乎你，愿做龙潭的旨意。我会在情你相属，甘愿向你做旗鼓。阮伫天下爸，阮要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遮尔好的天气，会当三甲主日来到主你的殿来敬拜你。虽望伫咱的生活内底，阮会拄着大困难、大试炼、甲困乏，毋过阮知，阮会当倚靠主，倚靠主你，咱有平安；倚靠主，咱袂惊吓。当阮即马要献上咱的金钱、财灵、甲时间来做主你的事工。因为阮知主你看重的是咱奉献的心，求主你的恩典甲慈爱，永远甲咱三甲伫地。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下面咱请陈如山长老来报告。咱先来介绍今日有两位来宾吼，一位是李金叶吼，是一对母仔囝吼，是李金叶和真正，伊在后壁吼。这边欢迎吼，永远拢欢迎。好，请坐，请坐。伊个住你教会隔壁尔吼，中华路17号遮尔，吼，足近的，足近的吼。欢迎恁，咱做来看一个影片。这是教会60周年迄天的影片。向前行，向前行，甲咱向前行，人生生的引带，行过永乐和平到中华。向前行，向前行，甲咱向前行，行过苦山甲困境，一路拢有稳定的脚印。马赛马虎笑容，那山石头大个，也去生人的靠，手牵手，继续向前行。跋山过岭，
沙漠对流浪着对话，空荡我应当心当地可等生的那地高兰高会，当心当地可等生的高地高兰高会。向前走，向前走，迦南向前走，在森林的引导，走过永乐和平与转化。向前走，向前走，迦南向前走，经过高山与旷野，一路都有恩典的记号。虽有泪，岁月有回首。擦干眼泪，再次继续下水的手，手牵手，继续向前走。翻山越岭，荒野开路，沙漠过后，几层不一样。心和一宣扬神的爱，在迦南教会，众心合一，宣扬神的爱，在迦南教会。好，咱拍谱啊，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上帝吼。迄天有600几位兄弟，咱做伙来庆祝迦南的60周年吼。啊，迄天嘛，上帝真保守吼。虽然咱做礼拜拢有落雨，啊，毋过咱要去运动会的时阵吼，啊，雨拢停啊。哦，咱感谢上帝吼。好，咱过来，我来报告。本主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的主日，学院派南口教会的杨成牧师。代表台湾新学院来讲道请安甲报告，请兄弟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我代表教会来甲用杨牧师来甲多谢。过来财务的部分，今年度咱的教会总预算是1,843万9,940块。啊，经常费的收入到目前为止，到11月初10，咱的收入是1,116,772块，啊，咱总共的支出是到10月31号为止是1,198,7,696块吼。那请兄弟来继续为着教会各项的奉献收支来关心代祷，好，来后一张。咱若有人要买圣诞歌的吼，那么到11月23日为止吼，就是到后礼拜吼，后礼拜日为止。咱会使去1楼49号遐，咱的楼骹1号遐来登记吼。你要购买吼，啊有3种的口味，啊一个20块，啊看你要买几个，你就甲登记吼。那预定是12月14吼，我会记得是12月14，会寄来到教会吼。好，来后一张。啊，事奉部门双大的讲座11月19拜3 10点半到12点。主题是你可以说不 ，yes 也 OK， 接纳自己需要的审查时间及练习哈，是曹彬莹老师，这应该是线顶的课程啦，吼，欢迎来参加。来，后一张。装备部门，初信造就11月22拜六2点有 A1 的课程，是认识基督徒、认识祈祷，哦。咱有报名的兄弟，咱爱留意这个时间，按时间来出席，吼。后一张，咱11月23日，就是后礼拜日，咱要来颁发 A2 课程的结业证书，请有结业的兄弟吼，你家己选一场的礼拜来参加就会使，吼。后一张，好，咱做伙来读今日的金句，来诗篇23篇第1节预备来。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过一遍。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诗篇23篇第1节。最后，咱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0首，俄罗天父万福本源，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请陈字牧师来做祝福祈祷。
我裸体被万火本万观念变化为爱交争，我若耶稣向我追还，追我中保将你万关，我若信心感化罪人，受数连累阮悔的心，我若并被心惊信心，三位一体一心一境。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息的感动、扶持甲帮赞，家庭正兄弟姊妹三角伫地，互主耶稣成做你永远的避难所，也互恁会当伫上帝国内面向头前所采表来跑走，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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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今日聚会到这。